OK， 2010年第50條題目就話喺 figure 入邊 xy 同埋 xz 係 tangents to the circle ABCD at A 同 B， 即係講緊呢條 tangent 喺 A 點掂住圓形，同埋呢條 tangent 喺呢一點掂住個圓形。然後啦，如果 AXB 等於50度 ，DAY 等於30度，咁就問你 angle BCD， 即係呢一隻角係幾多度呢？咁首先我哋將呢一隻角 mark 做 theta 先，然後我哋將 D 同 B 連埋一齊。咁因為呢條係 tangent， 然後 angle in alternate segment， 咁所以呢，呢一隻角就等於呢一隻角等於30度。同一時間，因為呢兩隻角係 cyclic quadrilateral 嘅 opposite angle， 咁所以呢，加埋就等於180度。咁換句話嚟講，呢一隻角就等於180度減 theta。然後啦，因為呢兩條 tangent 都係 tangent from a point， 咁所以呢， XA 等於 XB， 咁所以呢，下邊呢兩隻角都係一樣，咁呢兩隻呢都等於180度減50度除2，咁就等於65度啦。咁我哋就睇下呢一條直線，因為直線上面嘅角加埋等於180度，咁所以呢，30度加180度減 theta， 再加65度等於180度，咁最後就會計到 theta 係等於95度，咁所以呢，答案就係 C 啦。